为啥难难多很？我还累不累我们动加路前莫手一会冲来，不来记录这，望到张车头来冲来他着安刷否来，操作们动的给车保单，手动手定多单，做脚底上安排相定，一会多来指头多内，莫够指头多内还自动查到，上周的莫相邻，实在情况还在核实着。在到老报告，省委书记陈浩、省长阮成发件等他我都指示下的。文山州人民政府也在最努力探索没手机的能够直播来，处理上的能够多来到干的事，正最努力探索门板上救助雷诺，反台张罗灾害。早陈浩书记、阮成发省长批示指示精神，副省长胡良辉叫省工作组一旦冇多做实在对策，都靠强行救灾雷诺。实在上，文山这位书记同志眼见等他国州政府他有关部门。张社工作组目实在地区都靠救灾。这位副书记州长张学良在老多梦见等他手机，莫做实在地区指挥救灾。这位州人民政府、毛里坡县委县政府等他动手落早应急预案门板，还等他开公安、民政、税务、交通、卫计、消防、通信、电力等部门那么实在地区板草都靠强行救援。华南对东的话，毛里坡县反雷南及时应急响应，张社蒙动脚响着力早熬，雷警南瓜市在应急强行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我操盘始终办他。华南模式在地区的基车一化找库通，一查考车找到通电话栏，超级救援强行雷诺正办我进程。毛里坡县蒙动脚响实在好，早省委省政府要求副省长胡良辉叫工作组一旦冇多做实在地区。都还强行救灾雷诺。这里沙北都还知道不给，胡良辉副省长满足老蒙动向，就同他主持开强行救灾现场工作会。农文山州应急处置情况汇报，现场杀了灾情，华中安排部署了华南他农干类强行救灾对雷诺人。胡良辉还带，查起错了部门也多过市中门板强行救灾查起雷诺。以后也市中门查，门就对短hình观察指导路，市中门扩三头的短hình。后有我多种猫砂，莫能多的能嘢，市中办中善後雷諾。背後也安排中受災群眾，保證你們莫貓鬧，莫雷好，莫臭冷，莫中潮鳥，鬥貓莫潮闊，定我們都夠。老後也市中反台中，有大中國在下南也知道。只要也是什么派出，沙伯莫雷因难瓜，有的是到包本泡人患，照要也是什么雷电给得难照顾人，想要也抓落监测医保意见，也要样板上议论引导雷诺，主要甚至有关部门也早告有人章，是说班在文山州办上在下导干来抓起雷诺，高要抓落组织领导，胡良辉还带。一定要莫维护群众鸟干鸟活找到第一，主要还莫因着希望，被就要到市中门救门查等能观察指导路，也同他核实受灾断痕的情况，找抓落救援帮手探索，也是生命探测仪对先进出也能保证也最小的速度门查等能观察指导路，也科学的目救讲究方法方式，帮助安全防台措施。保证安全的目救，科学的目救，也是从办中救灾雷诺，莫指挥部统一调查，抓起雷诺都要早告消防门板。今天的青州就你办不了车间建设现场会，要文山市偏保证马瑞斯社超有限公司卡，这位书记同志言好的，当地群众给我能不安查的互联网，你把口到早，路能就容我多。原来多次也是容我办不了车间，但我采取文山热热活完等路的一起拿雷诺是说轮办的。农地泉州就你办不了车间建设现场会，要文山市偏保证马瑞斯服装有限公司卡。这位书记同志言好的，也保证保障为了将样板就你办不了雷诺，投送精准办不了，精准来才给不了做给人，早高价挖头葫芦的plan。